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I am a dreamer. And when I wake, you can't break my spirit. It's my dreams you take. And as you move on, remember me. Remember us and all we used to be. I've seen you cry, I've seen you smile. I've watched you sleeping for a while. I'd be the father of your child. I'd spend a lifetime with you. I know your fears and you know mine. We've had our doubts, but now we're fine. And I love you, I swear that's true. I cannot live without you.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次讲的是跟那个前方路口有路禁。
你现在的库存加上700 K 就没了嘛，对不对？你刚刚讲的是 HP 的。3270你乘以6块，你是5块，按6块来做嘛？对，大概1.9了。2.6个米了。我知道。4个米。刚刚没后。对。
feels warmer sleeping here alone. You know I dream in color and do the things I want.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Think you've had the love 这旁边呢？ that you hope that everything good is gone. Think that I'll come running back. You don't know me 'cause I'm dead wrong.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刚刚断线了，所以重开。刚刚突然就不知道什么，在高架道路上突然就断线。女儿买单哦，真好哦。对，下次变成女婿买单。好多车啊！大家晚上好。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fighter. Steps behind. Doesn't need no more.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Doesn't need no mor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真多车。现在是下班时间的，这是因为是现在下班时间，所以车特别多。刚刚从新庄过来要个30分钟，没有办法，车太多了。母亲节大餐吃什么啊？今天台北又下了一场雨，下午的时候，所以车子也比较多。我问一下哦，对你们如果有小六啊的小朋友啊，你们会让他单独一个人坐计程车吗？没有，我首先这样讲了，故事来源是说，对他要放学回家的，对，然后他选择坐计程车回家，小六哦。
因为需要有家长。对，因为我今天下午大概4点出头吧，对，载到一个小朋友，然后我以为他是先拦车，后面家长会出来，结果他坐上车之后门就关起来了。我说，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然后他跟我说，没有啊，就我一个人坐车啊。我说，你要去哪里？没有，我要坐回家。坐回家？对，我说你家在哪里？他还讲，我说那不是很近吗？他只回我一句话，我懒得走路。他只回我一句话，我就懒得走路。扯吧。当然了，表示不会跳了，对，但是我觉得小6哦，连这么一点点路都懒得走。没有很远啊，走的话大概15分钟要吧。对，走路的话，那他只回我说我懒得走路，害我都不知道下一句话我要接什么。好吧，懒得走路就懒得走路。你好，可以啊，可以啊。太黑了看不到，我要到那个 IKEA 那边。好。长春右转东。好，我知道。到底是念 IKEA 还是 IKEA？ 不知道。那你是念什么？啊？因为大多数我载的客人，都是念 IKEA。好像，可是大多数都是那种感觉，就是有混，就是那种有对的感觉啦，他们都是念 IKEA。所以到底是哪一种念法？我也不知道。如果是 ABC 他们念的话，对，就是因为他们的英文比较好。对。对。可是我们台湾人都念 IKEA 比较习惯，是不是？我听到的是 IKEA 比较多。真的哦。对。但是之前好像你刚刚讲到这个，我想到有人在讨论，对，到底要念 IKEA 还是 IKEA？后来有人就说都可以，念什么就念什么，对，反正听得懂就好了。有的人就直接那我就讲宜家家居。哦，但是如果讲久，宜家家居反而听不出来在哪里，对，听不懂在哪里。
谢你，我也谢谢你，好吃哦。没有延续刚才的话题，我觉得小朋友像我小六的时候，对，因为我们乡下地方嘛，还是骑脚踏车或者走路，小学应该都走路比较多。对啊，怎么会坐计程车呢？有可能是，对，我们台北人是不是都这样子？小时候对都可以坐计程车。是这样吗？应该也都走路居多吧。但你说他住的地方好像也没有说感觉啦，可是这种东西也说不准，也没有说非常好像家里很富有的感觉，没有，我是感觉不出来。对，那这样子，我不知道，有点。我不会形容啊，反正是觉得很奇怪，小六而已。就跟有些人去附近超商骑机车是一样的，不是，你如果说大人或者是高中生啊，或者是对，我觉得比较正常。小六而已呢，就是小六而已。没有，你如果是大概4个，没有3、4个人，或者3、4个小朋友，大概的可能要去上学或是某一个地方啊，大家集资，那我觉得很 OK。不是的，小六一个人，小学生就骑机车我觉得这是很不妥的行为了。对，一个不小心如果怎么样了，后悔莫及。是不是？等我一下，What do you guys want to do? Dude, you want to crash them off? Nice. Okay. Life's like this. That's the way it is. Life's like this.
冷气太冷了。做过这种事，我觉得一起做是 OK 啦。一个小朋友单独做，我就觉得很奇怪，可能是我落伍了吧。但我觉得还蛮说不安全吗？其实也不会啊。但是我肯定小六是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对，我连到台北来读书的时候，我也没有坐过计程车。我好像直到很少了，我印象中好像很少坐计程车，几乎好像很少，对，真的很少，手指头分得出来。结果我们昨天在的那位律师啊，他还真的是艾尔利的那个，还真的是，因为我今天看到他出现在新闻专访，算专访吗？嘟麦啊，对，新闻嘟麦的时候有看到他。厉害啦！你不觉得听英文歌很有 class 吗？很有水准吗？没有，有些真的很蛮好听的。我的扳手都不见了。今天扳手的集体味道。真的吗？港剧会播这种歌吗？等我一下，宽姐这边是入口，好，到迪化街，好。这个入口容易被检举。
说他的吧？然后我们车停在那边啊。哦，我还以为你们要去逛里面。没有，因为这边不好停啊。啊，对啊，来这边吃饭，这边不好停车啊。超级不好停的。这边可能就要停到市民大道的那个。我那个他就走过来太远了。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明白，想和你在一起，为什么舍不得分开？或许我软弱，也害怕失败，但有你的笑容，就能让我再站起来。你曾问过是什么令我对你难以忘怀，我也曾经想过这种感觉说不出来，我现在才明白，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因为爱所以爱，让我付出我的关怀，不管风吹或日晒，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爱。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明白，想和你在一起，为什么舍不得分开？或许我软弱，也害怕失败，但有你的笑容，就能让我再站起来。你曾问过是什么令我对你难以忘怀，我也曾经想过这种感觉说不出来，我现在才明白，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因为爱所以爱，让我付出我的关怀，不管风吹或日晒，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爱。现在走哪里应该都会塞车。下班时间。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因为爱所以爱，让我付出我的关怀，不管风吹或日晒，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爱。
双相逢追问，如何忘记你的缘分？交换心愿黄昏，视线疏忽片刻，那一束花不曾褪色。分秒不少的我们，为什么错过？一辈子都记得，约定的以后，当我不经意回头，你已不在身后。回忆的尽头却不见尽头，还不放过你的爱是烟花，一朵朵盛放，在绚烂消失前，只想沿着你步伐。当遗憾来的无以名状，与兴奋落下，好想见到你让千丝万缕的想念化成烟花。同样一生划过，如星如花似梦，你是往
前面那边停就可以了。这个停车场啊，哎，过这红绿灯好了，过这红绿灯好。这旁边吗？哎，在往前很高。出去可以，出去可以。好，那我那多少钱？好吧，走吧。510，你2首歌只能选1首播，你自己选吧。对，因为你连续打2首歌，所以你只能选1首。你看你要选哪一首啦？另外1首我就当掉。对，你不选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播。好，那等一下。哎，在写什么？不能告诉借我看一下嘛。不行。因为你的歌还没播之前，你不可以按下1首歌。就像那架飞机消失在天空一样。好。那个人也被风带走。对，板手今天公休中。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对，集体旷职，好听叫公休，难听叫旷职，旷课。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看见那个自己。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没有看到哎，怎么了吗？你那么想他吗？你的热泪，与我激动联系。我发誓你有这么想他吗？努力更有勇气。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获得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头拍我看海那你干嘛问他呢？你要想他，你就不用问他啦。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你的热泪是去东区吃饭，把车停到迪化街这边，好像也有点距离。更努力更有勇
对对对，全姐说的是。我们家板手今天集体旷职。哎呦呀！我现在还在风中什么在打什么？看不懂。你刚才还没决定之前，我已经先播了啊，不要那么急好不好？哎呦！牵挂，缤纷的客家童话如雨落下，何必家乡的泪茶？我重温家乡话。66年创意，阿童阿宝四神汤，还蛮好吃的。66年。哎，这首歌没有点是？对啊 ，B&W 改名字了。没事，干嘛改名字呢？因为我看你删掉了。
天里面几点不能讲笑话？什么东西？一天里面几点不能讲笑话？有欢乐。一点都不好笑，所以是凌晨1点不能讲笑话。是这样吗？1点都不好笑，所以是1点不能讲笑话。对啊，老实说，我一直在想说，那个小朋友坐计程车的事情，没有，我还在很纠结，怎么可能会让小朋友去坐计程车？泰式油鸭、指鸭跟油鸭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个有抹油，一个没有抹油吗？是这样子吗？细汉时，人拢笑我憨头憨面，出头天，不甲亲像爱甲我去加油啊！平常时，无人唱歌一句一字，伊拢是不知人生爱做自己，一路行来。这都有听说吗？听说什么？听说什么？听说什么？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是怕你？哎呦，没有啊，那个听说什么？哎，阿信国哥，你不是去吃饭了？还是已经吃完了？加尿素有什么功能？我不知道哎，我不需要加，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加，所以我会懒得去问，懒得去了解到底有什么功能。
吃撑了，你吃什么、啊？吃那么撑？咸酥鸡吗？看一下。那个小恩啊，你一定要把翁立友的歌点满嘛。可以聊个天吗？可以说个话吗？
再去加油。为什么让我感动，让我快乐？为什么给我忧伤，给我希望？为什么对我温柔，对我抱歉？为什么给我谎言，让我相信？你已经是别人故事的女主角，别再哭了，好不好？好像有些探是吗？不知道。别回头看我，好不好？忘了这旋律，好不好？好不好？是因为节能减碳吗？加尿素。我没有真正研究过这个问题。还以为我们之间没死角，没发现原来诺言不可靠，拖针不停在我眼前喧嚣。空掉的手握不住彼此的心跳，剩下最沉默的咆哮。好不好？心可好？别到我梦里对我哭，对我好。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来看看可不可以真正到加油站。对，每次说要去，中间就塞到，看有没有去。我唱不好，残留下破碎的拥抱。到不到得了加油站？Central 好开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开过 Central。Central， 你说旧款那个 Central 吗？空掉的手握不住彼此的心跳，剩下最沉默的咆哮，好不好？而这个时间点应该到得了才对。我现在改换左手开车，右手已经绑了护手肘跟护腕。那不能绑一整天啊，可能中间就是要拆掉休息一下。
是受伤啊，就是常常用手嘛，就有点 K 不太舒服。哎，大家好，晚上好。哎，我们首位扳手出现哦，不是集体公休哦，不是集体控制哦，难得，好不好？哎，第二位也出来是不是？对，刚刚大家说扳手集体矿池中，职业病，对啊，算职业病的，就一阵一阵，有时候好了，有时候又开始痛了。没事，干嘛抱歉呢？开玩笑的。哎，这一台扳手审核会有一些，对，会有一些规定。没事。来去加油！他应该还要再重新登记。你今天才发现标题用英文，昨天就开始用了。对，我们要走向 international， 所以标题要改用英文。对，现在用英文啊，对，下次可能用韩语啦，用日语，对，不一定，然后用泰语，泰国，然后用印度，然后用印尼话，然后还有人建议我用梵文，对，就来用个一招好不好？巡回用个一招。符合外期名字。对，我们慢慢走向 high class 的第几步，好吗？下一首是什么？痴心的感覺未冷冰，然而始終沒法可決定。這人加油了！不該的表情，原來對我悠然像已經沒有事情。回頭一生中幾次未看清，仍然苦戀共你的愛情。我繼續奔波中不停，每晚如何讓你知是與是情。遙遙長路尋背影，遠遠愛去如流星。
92加满公升整，这样。好。这个。都 OK 吗？那加完油一起刷。对啊，对，哎呀。无聊，你打这个是哪一国文啊？好。來換我過去對你永遠依依不捨的歲月無聲，願你而來和你重溫美麗往事，回歸天際，綿綿柔情，遙遙長路尋背影。31公升跑了680公里。真的加油，真的要加油啊！你当我开玩笑是？对，真的要来加油。缅甸话呀 ，maintain 对不对？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reported by journalist Andrew H. Liu. In 1666, 像680公里 was struck over the head 31公升。 by an apple as he strolled in the garden of Lincolnshire. How did this particular incident spun the idea of the laws of gravitation on all objects? Furthermore, why is there the popular saying of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Let's hear what this special youngster has to say about the matter. Take it away. 世界会怎么改变？本来挂在墙上，被乱七岁的从前，本来记得一些，坐着慢慢发现，没有必要非得证明我存在。时光一到底过了多久？可是过时候也怕痛。日语你喜欢哦？刚刚第一段后来是因为断线，那个有一个日本人来，还好我们线上有道格帮我翻译，他点了一首桑田佳佑的歌。日本人。对，这个我需要翻译，好不好？训练馆什么意思？你们在训练什么？哦，你说右手边的哦，我都没有注意看。
续工作，继续工作，继续工作。他是否是否也怕痛？他的等待会是什么？他是否是否怕出糗？阿公，谢意哦。松江路过锦州街的康士美，松江过锦州。对，松江过锦州。好。前面那一家康士美嘛，哈。对，那个康士美橘红色的。这喜欢真的是，哎呦！
机会换一双花的。问时间搁剩偌多，问声音敢有 OK？ 也叫莫去，我准备好势。也叫莫去，你准备好未？ 第三位扳手出现，刚刚一直被人家呼喊的扳手出现。刚刚被人家呼喊，对，粉丝一直找他啦，对，很烦的。对，他有他自己的粉丝。奇怪呢，今天怎么到处对很多人都改名字呢？到底是为什么？你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在得动？我要到那个南京东路5段339号一个那个小公馆文旅，好不好？对，一个旅店，哎，好不好？愿不愿意？可以啊，那干嘛？没有，因为有的人不愿意啊。不会啊。好，就这样子，到来我。等一下，我帮他搬东西，太多了。对，好。南京东路5段339号，好不好？好。小公馆。339吗339还是335？因为339不是哦。335，是不是？一个花房哎。啊？这是一个花房哎。335是花房？对啊。不是吧？我看南京东路5段。对。就是那个城市商旅旁边，好不好？你知道吗？那就不是，那就在很后面哦。城市商旅是在基隆路口那间的。对，就在基隆路那里。对啊，基隆路口那间嘛，南京应该就对啊。对，城市商旅那个。对，那地址是不是你讲的地址？我再看一下，我有名片的。我知道在哪里了，你确定是那边就对了。对，就是那个南京东路5段的基隆路那个城市商旅。好，那你不用跟我讲地址。对，就那边。
想说你报那个地址，我印象中就没有旅馆。你知道吗？靠近基隆路那边。我知道那边有一家城市商旅。城市商旅往前走。但是你讲的地址就不是那个地址，对啊。不是他给我的名片那个字太小。哦。
边哦。哦，转弯嘛哈。对，我转弯旁边停。好。前面一点，我还大门在。这边哦。那门口在前面，这个在前面。好，多少钱215。215。哎。好吧，就算250。好，等我一下啊。你一样，你慢慢拿出去，我找点钱，我这边帮你拿后面东西，不然太多了。来。对，前面是司机料铺，我那天有讲啊。哎，他是要来小公馆的，这边有一家小公馆文旅，但是太小间了。司机料铺今天休息吗？哎，有啊，有开啊。没有，你等他拿哦。好吃，你问我，我一定跟你说好吃。你给他自己拿哦，可能要拿很久。对，因为东西还蛮多的，大概有4袋再加一个行李箱，我不知道他怎么拿得动。烧现在还好啦。对，道哥，如果来吃的话，我建议你吃那个虱目鱼汤，超优的。我们就在咸酥鸡大街。我印象中他昨天大概传给我了，那我印象中他是好像要去买护腕的，护膝还是护什么的？对，推嘛，这好吃。对，鸡肉不好吃。可是他看那个行李，那几袋都不轻哎，对，都不是很轻的，那他怎么办法一个人拿？我搞不懂。你们说那个护具啊，像护腕啊，对，因为我之前是在虾皮买的，那如果是实体门市要去哪里买？有人知道吗？是药房吗？药局吗？迪卡侬，对，但是有点远啊，他又不喜欢去太远的地方。迪卡侬跑到西门町去，有点远。
地方，我记得药房好像有大间的药房。还是不会有？没有啊，我之前买其中一个是在药房买的。大树好像有。大树，想想有。医学用品店。你说那个医学用品店是那什么？是什么叫做医学用品店？没关系，我在查教。大树应该比较好找。查一下就好了。他家附近就有一家大树了。康士美，他昨天就去逛康士美了。平常都几点直播？现在改5点了。对，因为本来以前是4点嘛。现在改5点左右吧。不知道，待会问他就知道了。对，他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我也不是很了解。商城有卖。
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人用心？你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有我常伴着你。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流线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告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生活在一个变幻的湖岛，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头铁画满奇心。怪，可是他也常买虾皮的东西啊，那为什么不虾皮买一买就好？怪。很想煽情，却又止不住笑意。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有我常赖着你。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流线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告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就这样。哎，静好晚上好啊。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流线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告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流线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告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你说着，我听着，像海浪打着，沙滩烧着，你的忧伤大于快乐，云彩晃动，只剩下一种颜色。我听着，你说着，像刀子划的。隐隐透视，科比晚上好啊。因为爱没有规则，所以心痛了，死了，回不去了。但是我存在着，我一直存在着，和你一起的照片仍在我的手机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在的那一位啊，真的是艾尔利的律师呢。对，我今天不是有看到他今天出现在那个新闻里面。我一直存在着，不管是风的记得我守着，我紧紧手握着，厉害。证明你值得，但我会笑着，因为一切都值得。对，他成立自救会啊，昨天在车上不是讲，后来有发现，他真的是里面的律师。
华南嘛，哦，然后在8点半。什么？你昨天吃的那家卤味好吃吗？辣死了！那你跟他讲太辣了吧？没有啊，我的这是完全没有原味的啊，原味好啊。辣你就自己加辣椒粉就好了，可以自己买一罐辣椒粉加。哎，你先。哦，先去哪里？啊？你说南京那个让我看一下。哦。反正你要先去华南，对。还不错啊，原味的，自己加辣椒粉就好了。你有加辣椒？有，我都把自己加，我不会用。你吃辣的？我吃辣的啊。你没早讲，就是要加。干嘛？我不要。为什么？我比较不喜欢店家加的。对，我都自己买一罐那个辣椒粉自己加就好了。什么种辣椒粉？就是那小罐的没有那种。对啊，那种就好了。我不要，因为它那个不晓得是酱的辣还是哪一种的辣，你懂吗？除非我买过我知道啊，我没有买过我就不晓得它是哪一种啊，就是对啊，啊，像那种卤味什么我都是自己。可是卤味是用辣椒粉去对，弄辣的。对，我是这样子的。没有，我说我是这样，别人我不知道。你看啊，一定要加辣啊！对，吃东西怎么可以不加辣呢？对不对？谁会吃东西不加辣？不辣啊！但是我吃东西前，我会先吃几口原味的，然后再加辣。除非我吃过那个东西，对，如果没有吃过的，对，就要先吃看看原味的。然后再加辣，没有啦，我就是买那个一般的，没有，一般那个什么那个全年卖的那个什么小罐那个没有辣椒粉啊，那个叫什么小辣，这好像叫小辣椒吧，还是什么？有没有小罐？那是什么工坊做的嘛？什么？我记得它是什么工坊。啊，你这样问我忘记了，对，那个做出来的辣椒粉，那个我觉得就不错了。那如果是辣椒本身那种辣椒就另外，对，就有专卖那种辣椒的。那辣椒粉呢，我觉得我是全年人就还不错了。对，想模仿啊，对啦，什么仿的，对。那个不是有出什么辣椒的吗？辣椒口味的，我不知道。我基本的调味的东西啊，对我基本上都是买红模仿和小模仿，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什么，对，全点在卖一罐，一小罐那个。我连那个什么。如果我煮菜的话，没有，连那个什么，不是要加蒜头吗？有没有？煮菜前要要用一点蒜头爆香，有没有？对，我连那个蒜头啊，要是没有买到蒜头，或者是家里刚好没有蒜头，或是怎么样的，对我就会拿蒜片，
那个全年也有出那个小罐的蒜片，对，我就拿那个来爆香，不是什么缝，就是一小罐那种的，对，什么仿的啦，忘记了。对，我就是没有蒜头，我也会有一罐那个，家里本身就有一罐的那个什么蒜，那叫蒜香片还是什么的，我不晓得，忘记了。对，拿那个来炒菜也不错。对，也是不输蒜味哦，不输蒜头。没有啦，吃不吃辣都看个人啦，对。但是我觉得年纪越大越不能吃辣。以前年轻时候都去吃麻辣火锅，然后越大好像不知道，就越来越没看没假香嘛。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那很香。你说哪一种很香？你说我说的蒜片嘛，那个蒜颗粒嘛，它有点蒜头的颗粒，也不能说蒜片，蒜头的颗粒。有时候刚好我们炒菜的时候没有蒜头，那个真的蛮实用的。对，那吃水饺的时候啊，对，单纯有酱油不够。也要有蒜味，所以我也会加那个一罐一罐那个也很棒。有些人会专买那个什么蒜头酱油，有没有？但我说蒜头酱油的蒜味还不够，所以我就会另外加那个蒜颗粒那个。对啊，那个我觉得就很棒啦，就不用每次为了蒜头，那蒜头这种东西你也不能放太久。蒜头放太久，它会整个就是人家说台语叫做爆皮，有没有？国语我不知道怎么讲，台语叫做爆皮，就是整个糊皮就对了，就是没有那个扎实感，没有那个厚实感。放太久的话，蒜乌蒜酱的。但辣椒有一种是豆瓣的那个辣椒，你知道吗？那种我就不是很爱，我真的很不爱那种。我喜欢那个，对，那种真实的辣椒，有没有？就是人家对，可能自己炒的或者是工厂炒的，不管哦，那种真实有那个辣椒，那种豆瓣酱那个酱那个辣椒酱的那种，我就不是很喜欢。对，就叫豆瓣辣椒嘛，那种我就不爱，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咸呐，就没有辣味，然后它又很咸。波连莲，那叫波连莲不是啦，对，蒜头放久不是会爆皮吗？对，它国语怎么放我不知道。豆瓣酱只有那种没有，你吃火锅的时候加的那种豆瓣酱是没有辣的那种。对，我一般吃小火锅，我会加的就是沙茶酱，豆瓣酱，然后那个什么蒜酱，有没有蒜头那个？对，然后还有酱油、辣椒，好像就是这种，几乎好像都加了哈。
对，不知道。对，我们都吃重口味的，挡烤米耶。蒜蓉辣椒酱，蒜蓉辣椒酱，消水，我不知道哎，你们应该有煮过菜，应该知道我讲的爆皮是什么意思吧？应该听得懂，对，但是我不会翻成国语，对，国语我不知道它怎么形容，就是碰烘感吗？也不是的，碰烘是指人家吹牛，不能，也不能这样举例。反正听得懂，听不懂，我也没办法。对，辣椒最好是那种人家专门做辣椒的那种就吃起来就好吃。对，那种炒的那种辣椒就真的不错。有没有？有些是听说买那个小辣椒啊，拿来用果汁机有没有？对，果汁机炸一炸，那种好像也不错。李锦记的啊，那个不辣啊，干煸，可是它看起来很像是蒜头的圆形的形状，算形状，圆形啊。可是你摸下去，它却是干煸的，对，你摸下去是，可它原本很扎实嘛，蒜头一颗一颗很扎实。可是爆皮的意思是，它原本很扎实，变成不扎实。我这样形容对吗？对啊，我基本上都吃辣的，什么东西应该都要加辣，不加辣真的是不好吃啊。然后如果是羹汤有没有羹面啊，有羹的东西有没有？对，有羹的东西就是那种勾芡，我们叫羹嘛，对不对？有羹的东西，那个一定要加辣椒粉。对，那个没有辣椒粉我也没办法，一定要粉。那个辣椒酱不行，我一定要吃辣椒粉。像那个三重最有名的龙门那个什么鸭肉羹，对，龙门鸭肉羹，三重最有名的。它那个是提供辣椒粉，那个也好吃。那个我都可以加个好几匙都没问题。我觉得辣椒这种东西它虽然有很多种类啦，但是我只有针对羹的东西、勾芡的东西，一定要辣椒粉。但也是年纪越大越不能吃辣，但是还是得吃辣，只是可能由大辣开始变中辣，开始变小辣。现在都讲黑了吗？